每一天，我需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25，诗篇119篇156节安尼讲：上主，你有丰盛的慈爱，照你公正的判断，求你保守我的性命。三甲来祈祷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佮保守阮的性命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创造了天地万物，你用无限的智慧，甲无穷尽的疼，来创造阮人类。主啊，你的慈爱遍满伫阮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。你的恩典时时刻刻对着阮，主啊，阮要感谢你的丰富供应，互阮伫日常生活中间无欠过，佮极其丰盛。主啊，你的疼是何等的长、宽、远、深。主啊，独独你是疼阮的上帝，阮时刻要来尊你做大。今仔因为你，我靠你的人，你应允要赐福因。主啊，你有丰盛的慈爱，照你的公正的判断，求你保守阮的性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